为一部戏的话，本身就是一个综合的呈现，靠一个演员，哪怕靠所有的演员，他是没有办法呈现一部完整的作品给观众的。我希望，就是所有为这部戏付出的，演职人员们都能被人看到，都看到他们的，优秀。这4场演出，虽然我们对外演的公演是4场，但其实我们演的，不止4场，因为前面也有排练和演出嘛，应该也有，连起来的话可能有6、7场吧。我觉得在每一场里面调整和进步吧，因为每一场的你的状态也不一样，然后，就每一场的时候我自己个人的状态也不一样，然后，演员们或者乐队老师们他们的状态也不一样，就是在，一场场的演出中去磨合，去，更自如。4场我有一个感触吧，就是因为连着演的话，因为这个戏吧，它大喜大悲，就是我会确实觉得会有一点点累。怎么个累法呢？因为我可能有时候我前2天我在就反思了一下，我想，这2天我怎么特别累？可能因为太投入了。前2天排练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哭得太伤心了，太伤心的时候把自己嗓子哭哑了。然后我就觉得后面我还是要控制一下，因为我们如果比方说连演4场的话，我要把自己的连演4场的体力留出来，就是我会进行一些这样的思考。我觉得为了自己的热爱去付出和努力是完全不怕辛苦的，这是幸福的辛苦，我愿意。当时我接了这个本子之后，昨天我也跟大家说过啊，我有一种冲动的一种创作的一种冲动，因为我觉得罗怀珍老师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啊，非常的现代，所以的话，我觉得我应该要为这个陈丽君这一批青年演员第一部的原创剧目送上这样一个好剧本。然后我们要呈现一个好的2度。当时我们建组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了我的一个未来演出的形象种子已经埋在我的心里边，然后我说我们一定会去实现。这是一个老贾宝玉的一个视角通过他再反射到这个青年的贾宝玉，然后再回到曾经青春年少的这个美好的年华，是这么来叙事的。